为着要协助地方解决游动狗的问题台南市政府在林地的成功里打造全国头一个以行政区来设立暂时收容游动狗的友善场所。目前已经完工了，按算18启用，会当来收容大约200只。伫咧台北16线下骹，这几大片本地是爬远的树林，经过地方甲公部门打造，未来正做收容游动狗暂地友善场所。这嘛是全国头一个以行政区设置的游动狗友善场所。虽然也未正式启用，不过已经有爱狗的人士前来参观。这样让它有个好的收容的地方哦，应该是对这些动物或是对这些住家哦。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是流浪犬，或者说我们的那个居家环境的环境跟那个宁静。对，因为实在流浪狗真的是太多了。过去一般流浪动物的收容所，人拢较无爱住伫边啊。所以讲，认定的游动狗友善专区的执行嘛受到考验。后来是透过当地里长找到5笪公司有爬远的土地，经过讨论，落尾决定伫遮成立。未来预计收容200只游动狗。我们摒除了过去那一种收容所的那一种险恶设施那种既定的概念，这个地方可以变成是大家散步、运动、带浪浪、带宠物。来这边运动、来这边交流的一个好地方。收容所无好建立的原因，包含地不合法、地主同意、地方共识3大要素。市府过去嘛捌推动相关的收容所，敢若去年就会勘超过70笪，落尾多数拢是地方反对，只好暂缓。一个公园化的一个设计，来希望让这个设施呢，可以让民众的接受度可以提高。一个友善场所会以人德区掠着了后，无法度放转去原地所在狗仔为主。安迪伫咧遮经过行为评估甲训练，才开放予民众认养。另外，若是当地无占地的需求，会当转型做宠物公园。会用讲是全国头一座针对游动狗的友善占地区。记者综合报道。